詠春拳嘅3個基本套路，我哋已經介紹過啦。現在我介紹一個最高級嘅演練方式，就係黐手。呢個我哋從招式到實際搏擊應用，係要將佢通過一段時間嘅實際磨練，先能夠達到你本身嘅應用或者係純熟嘅技擊。咁我哋詠春拳嘅特點呢，就係近身搏擊，而呢個搏擊裏邊包括有攻同防，呢啲所有嘅攻同防，我哋都要能夠達到純熟，憑感覺去將敵人嘅攻勢化解，同埋我哋睇到對方嘅空檔進行攻擊。呢個攻防嘅轉換就係靠黐手去取得嘅。咁或者詠春門內嘅同門嘅人會覺得黐手就係佢哋表現水平高低嘅一個可以講得一個點講一個標準邊個黐手叻，呢個技擊就好；邊個黐手唔叻，呢個技擊就低。所以往往把黐手神秘化，覺得呢個就係打交啦。我話呢個唔係，我自己嘅觀點，我認為黐手係一個取得攻防感覺嘅一個練習方法啫。點解咁講呢？因為其他拳，譬如講你係虎鶴雙形嘅，你走到埋嚟，邊個同你黐？你打過嚟，佢係冇辦法同我黐嘅，因為點解呢？佢唔識黐手，佢只能夠用招式。但係我會一黐手之後呢，我唔知佢個拳點嚟，反正你打過嚟呢，倒佢啦，我根本就唔使睇，我就根本就我有咗呢種感覺之後，我就唔理你乜嘢拳反正我上中下李麗拳我可以燒。你到啦已經打佢啦咁所以呢，我話係一種練習方法。咁但係我哋黐手呢，詠春有咁多門派，佢哋嘅黐手嘅手法都唔一定相同我願意將我哋嘅門派裏邊嘅一啲基本手法向大家介紹一下首先我哋門派裏面嘅基本手法，黐手手法呢，與別不同，就係我哋黐手嘅時候多數係以正手。所謂正手就係我用右手對佢嘅左手係面對面嘅咁相對之下係交叉手，就係當我出手嘅時候，我用右手，佢係用佢嘅右手同我，由於大家相對，所以隻手係交叉嘅交叉嘅。咁我哋呢，我哋嘅黐手嘅方法大多數係用正手而唔用交叉手當我打你嘅時候，你就用呢隻擋；打你嘅時候用呢隻擋，用綁手而唔係呢，打你用呢隻咁樣綁手呢個係我哋嘅其中一個特點咁要呢個黐手過程當中要學習呢，要係有一個過程嘅首先我哋學晒咁多個基本招式啦，攤伏綁第一個過程呢，我哋可以以前喺上一餅大家介紹過啦，用循環手先單手循環手快啲我用攤手呢啲已經喺介紹過，打佢嘅時候佢伏落嘅，然後佢壓住我條橋過，我起打，如此循環，
就練習到綁、攤、壓、攻。咁呢個第一步攞到一種感覺出嚟啊。第二呢，我哋可以通過圈手去攞感覺。呢啲我哋圈手喺圈手嘅過程當中呢，睇下對方慢慢可以攞到感覺，我可以攻擊下。你可以攻擊啦。喺圈手嘅過程中攞到啲感覺啦，我哋可以進而進行單黐手，亦即係一隻手同一隻手接觸，進行攻防練習。我打佢，佢燒我；佢攻我，我又燒佢。我哋呢個過程當中呢，可以係內外橋轉換。嗱，現在佢喺我上邊外橋，我喺裏邊內橋，互相之間轉換。一隻手去攻防。呢個時候呢，我哋唔係好似圈黐手咁啦，可以攞到感覺啦。要打佢。佢如果反應慢啲，佢就俾我打到啦。你攻擊過嚟，我做手，用咩手我？咁單黐手練到一定嘅呢個純熟程度呢，我哋為咗取得一個感覺，可以把眼睛閉起上嚟。從呢個圈手到單黐手呢個過渡呢，就比較容易轉換，比較容易掌握。但係單黐手喺實戰方面作用唔大，因為我哋通常實戰嘅時候係用雙手配合去打，兩隻手嘅攻擊力既可攻亦可防，既可有一隻係引手，另一隻可以攻擊手，假假真真，真真假假。所以呢，兩隻手嘅攻防比起一隻手係強大好多嘅。咁雙手黐手呢，就第一階段我先學下碌手。碌手就係大家擺出詠春嘅基本動作。譬如講我呢就係攤手，呢就係綁手，就係尋橋裏邊嘅攤綁。咁對方呢就伏手。呢隻呢可以係龜住爭嘅壓手。亦有一啲門派裏邊佢又用大家頂住。但係我哋呢通常係咁樣擺出個姿勢，然後轉換。呢個呢就係練習碌手。碌手有咩作用呢？碌手就係要將佢喺橋上嘅轉換。我現在就喺裏邊就叫做內橋，佢喺外邊呢叫做外橋。內外橋都可以作為攻同防。咁我哋喺呢個碌手過程當中呢，作用就係為咗尋找機會。我喺度尋找到機會，我一轉尋找到機會，尋落打佢啦。而且呢，碌手亦唔限於係原地，我係可以練埋進退馬。當對方
來勢好兇，我力量唔夠，我可以用退馬去避讓啊！咁啊，碌手嘅時候注意個肩盡量放鬆，啲力唔好灌落嘅手度，要放鬆佢啊！放鬆，特別個腕係放鬆，所以碌手嘅時候呢係唔需要用力嘅，但係我哋個踭位一定要固守，唔好使佢自己中門大開嚇。好啦，碌完手之後呢，我哋尋找到機會就可以黐手啦。黐手就係攻同埋防。當我攻佢就防啊，當佢攻嘅時候呢，我就防啊。我要攻佢嘅時候呢，佢就防。嗱，我發現佢有空檔喺度，一撐落去。呢下呢就係用攤打啊，呢下攤手，呢下打過去。咁佢防守嘅時候呢，可以用伏手。嗱，我打啦，亦可以用撥踭啊。一下撥踭，不斷咁練習呢下第一下手啊。第二下嗱，呢下我喺外橋壓住佢打，呢度打過去嘅時候，對方知道我內力啦，然後起綁手燒。其實詠春嘅攻守裏邊呢，就好多係兩隻手配合嘅，可以一隻係引手，聲東擊西，呢隻引一引嘅時候，呢隻到。或者啊，下邊落出個底掌啊，一眼。落咗底掌之後，可能已經冇咗力啦。呢個時候咧，我哋可以將佢壓住。初時學燒，到時學打。學燒嘅時候咧，有時可以喺對方打嚟嘅時候，佢可以用對方嘅力去使佢自己受到攻擊。嗱，譬如我哋加打過嚟。嗱，佢一打，嗱，第一次可以學習嘅時候，對方攻擊，我做防守，盡量使對方唔能夠掂到我，打到任何部位。呢個係學生要掌握嘅。像防守嘅時候，唔好採用退，而係即使俾對方打到都好，你知道自己有空位俾人打到，
如果唔係學唔到嘅嚇。譬如講我打佢，佢揀下退，咁我一定要追啦，我梗係打你。佢一路退，其實係冇防守到。防咗就馬上打嘅嗱，防咗之後我就打噶啦，所以我一防咗之後咧，唔使教佢，佢都會打噶啦，佢唔使唔使教會打嗱。咁現在剛才咧就係佢打我，我就專門防，我就話學生，當我防到一定嘅時候，我就開始大家學打啦啊！打嘅時候咧，你就用到動作嘅組合啊，全部殺頸手封住啊，到時配合埋腿啊。互相之間練嘅時候放鬆一啲，點到即止。如果我用嘅時候，肯定傷。一落嘅時候，就肯定傷噶啦，咁樣。用埋七呢個時候用埋七用埋七為咗促進詠春拳技藝嘅發展，通常咧要通過一啲黐手嘅比賽去刺激運動員進行訓練，亦有利於我哋各個不同門派、不同宗旨嘅詠春拳相互學習、相互比較。所以呢，喺2000年嘅時候，佛山係舉辦過一個粵港澳玫瑰杯黐手比賽參加嘅有香港、澳門、廣州同埋佛山各地嘅詠春好手。比賽嘅規則一般嚟講，所謂黐手就要求我哋喺攻同防嘅時候係手同手搭住去進行呢個對方攻擊到對方就有分咁呢個分呢可以通過裁判去記，或者邊判去記但係呢，喺黐手嘅過程當中，雙方係唔能夠離手嘅。如果覺得自己唔夠打啦，然後走啦，咁呢種就叫消極。消極係需要扣分嘅呢個分數要低嘅。我哋要打嘅時候亦唔能夠離手打當然啦，佢離手打其實都冇着數，因為我哋詠春拳嚟講咧，一離手就意味着甩手直衝。你咁離手打，一離手我打你啦，係雙方黐住嘅。咁所以喺比賽過程當中咧，呢個可以先陰陽手開始
亦即係話一個係喺上面，一個喺下面，呢個喺下面，大家係公平嘅。呢個裁判員將兩個選手拉埋一起，然後開始，你就馬上作出攻防嘅反應。你可以搶攻，亦可以後發制人。一搶攻嘅時候已經打啦，打咗之後唔需要停，因為打之後你已經得到分啦，你可以繼續再打啦，又得分啦。嗱，一路連續打對方，呢個對方俾到個邊判睇到攻咗幾下啦，對方你打我時候一分，咁咧有啲動作係比較好嘅，譬如講將對方一彈，成個彈咗出去界外，或者成個跌咗落去我哋嘅比賽圓形範圍之外，咁呢個又係得分高嘅，咁所以比賽係比賽技藝。咁一般嚟講嘅護具呢，就係我哋帶咗有呢個護甲，所以呢個時候可以相對嚟講唔係好似我哋平時練習咁點到即止啦，而係盡量發勁，砰打落去，所以都係有一定嘅危險性嘅。但係我哋帶護具，仲有一啲就係禁打嘅部位。呢個頭我哋就帶咗有呢個頭盔，呢個地方係保護嘅，又傷咗牙套，但係呢個部位係禁打，唔能夠直接打對方面部，呢啲地方係禁打。有效部位呢個地方，呢個襠部亦係禁打，你冇喺一起腳傷咗對方就唔得啦。所以定好規則，但係咧我哋詠春拳黐手不可能戴拳套，呢個就係同呢個散打嘅區別啦。散打佢戴住拳套可以盡力去打，但係如果詠春拳戴拳套咧，我嘅掌發揮唔到，指發揮唔到，呢個手腕發揮唔到，所以詠春拳係空手嘅。兩個比賽嘅時候係黏住對方去打，咁比賽技藝，又唔能夠話拿住對方嘅衫一路推，係咁推。咁呢個時候咧就通過裁判去作判決啦。你如果一路推住對方，將你拉翻開，再嚟過，開始又是打。如果雙方一有個跳開，呢個主動跳開嘅就消極，將佢拉翻埋，開始又是再打。咁呢個詠春黐手比賽呢，我睇應該嚟講喺呢個詠春界裏邊多啲搞，使到不同門派嘅不同嘅手法可以切磋同埋研究，提高我哋嘅技藝，互相之間摒除門戶之見，使到詠春拳整體得到發展。我就介紹到咁多。